台東的都歷甲金樽這兩個海沙堡呢，攏有真濟人去到遐取景。即馬台東縣府是要推動這兩個地點，加做是運動的觀光基地。東海華新光鎮都歷海沙堡是真出名天空之鏡觀光的所在，啊，不過即馬有真濟遊客帶囡仔來這學衝泳。都已經來到台東了，然後覺得衝浪的活動也蠻適合小朋友，所以讓他們挑戰看看。國內會當提供衝泳的海域無濟，安全的戶外學習基地閣較少。不一個天空之鏡海沙堡，平坦的海岸線較寬闊，延伸到海的沙堡較長。學衝泳和觀光的遊客袂互相相克，方法建講是真適合拄學衝泳的場域。啊，不過真罕得有人知，不一個已經有衝泳的教練佇遮推薩教學。這邊淺灘比較長，然後下面它其實都是沙子比較多，所以就是相對於金樽跟河口比起來的話，這邊是比較對於初階的學者比較友善的地方。因為台東縣金樽海岸，逐年攏會舉辦國際衝泳比賽，今年閣升格舉辦世界級全球橄欖沙額積分賽的其中一站。不一個國內會當為細漢就培養衝泳的選手場地無濟，所以縣府按算講要推設天空之鏡，變作是國內衝泳的學習基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